本机是一款直线撕裂咖啡胶囊罐装封口扣盖一体机，它主要的功能是罐装封口扣盖，产量高达每小时1万颗。本机采用垂直落杯机构，落杯速度快、稳定且不卡杯。异物检测、落杯检测、紫外线杀菌装置。罐中采用4伏螺杆控制，下料克制稳定，不撒粉。除尘装置是把杯沿的粉剂清理干净，防止封口封不牢固。自动落膜装置是采用连杆机构，有杯才落膜，无杯不落膜。热封装置采用2次热封，保证产品封口牢固不漏气。模具板除尘装置可以清理模具上的粉尘和冷却膜功能。折舌装置将易撕膜折好，便于扣盖。扣盖装置采用上定位、下顶杯扣盖，稳定高效。